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卡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，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泉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敢袂想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辉煌。医生嘛是人，千金小姐嘛是人，海命的树根嘛是人，是人都有烦恼甲痛苦，咱慢慢仔想办法，你莫阁折磨你家己好无？我明明知影讲，我讲的话你袂听，啊，不过我看你安尼点头，我已经足欢喜啊。你唔家己结婚的代志，你无要烦恼，啊，你烦恼手机面斗代志是要创啥啦？我问你咧，你到底是有要娶孙仔来无啦？你是安怎？无啊！你这是啥物意思啦？这是啥物意思啦？医生啊，母啊，我洗性地买出来。你听母讲一个啦，好无？医生，嘿，食到这呢，你唔食？啊，巴肚未啊？啊？江西，江西，江西，你江西！你俩讲哦。手机啊，你较冷静一下，莫抓嘴声生气，较冷静咧，冷静啦。阿母，这些到底是我做过什么？你这家庭，我到底是做什么？医生啊，是啊，是啦。你甲用嘴讲叫伊冷静哦，无效。看我。安尼凉无？好啦，安尼有够啊啦！你讲好就好啊。你看，安尼是掂掂啊。你这死人，这是要受干，你这要受干，要受干。安尼啦，啊，创完你咧掠狂哦。我连袂转来哦，你是毋知我转来哦，看无手机，伫咧弄来哦，爱我了。
也无路用啊！你就乖吼，阿母来提囡仔来去一个哈。这个抗战应该是要让秋金离开这间厝。但不过，对我走。你放心，我会当互你挖苦。你莫阁考虑遐尼济好无？你今日遐冤枉去互水星当作真实怪你拢马来，明仔载，你感觉去想讲？水星会用什么步骤来对付你？对我行出这间厝，化解你的命运，你就要勇敢起来。你明日日子还要真久长。对，未来，咱能做个创造美好。不是，不是，为着你好，我只好对不起春兰。袂用啊！孙仔我你袂用啊！阿无你唔知要安怎才好。我无法度讲有遐尼济，你对我走，对我走。查某人的名声，比性命搁较重要。我袂当甲你走。出来做，遐济人。乖乖辛苦，来。我甲蔡医师，真正是清清白白。我知，杨哥，杨哥，我心肝，我已经真正改变你。
过我心肝的。我已经真正感恩着伊。我了解，同款是查某人，阿母了解，咱查某人的名声比家己的性命搁较重要。有真侪代志，准着敢想，嘛毋敢去做。阿母照顾遐尼啊济，迄阵的感觉。我体会着，阿母了解，我了解。阿母，阿母，我安尼做是伤过冲动，我安尼直倒去害着秋萍啊！你是毋是？阿人呢？阿人呢？啊，这个人呢？伫房间。有啊。啊，你若是要甲我作对啊？我明明交代讲你要甲放出来，你搁甲放出来。啊，无你是要对我安怎？我哪敢对安啦？我找钱算小就好啊你。等下。你敢毋是拢靠一支刀伫咧野虎王妃？摕去啊！摕去啊！回来！你若敢对秋瑾安怎？你先把我这个老母杀死啊！啊有啊，举这菜刀是要创啥啦？有啊，我本来哦是按说我若买酒回来就要甲放出来啦。
你若继续放倒出来，见到迄个面啊香盖盖，我这嘛惊。你要倒？啊，当时你叫我迄个面香盖盖，我会惊啊！入去我看到迄个浩南面的，我哪困得去？我咧茶店啊开钱较做重啊。你好怜啊！应该分水性，我唔敢去分，想要爱创意书，我袂当去爱。我是一个有翁婿的查某人，水性对我的残忍是一种悲哀，创意书对我的疼惜嘛是一种悲哀。敢有人会同情我？敢有人会了解我的悲哀？我对人生已经绝望，我无继续活落去的理由啊！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泉。营山啊，到底是几点要来啦？应该是要来啊。爸，我今仔日哦，拢煮一寡你上爱食的菜呢。好啦好啦，免塞奶啦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营山啊，无好好把我交代，我就不准你搁来斗阵啦。爸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啊，营生还袂来，你就遮尔啊生气，安尼恁两个是要安怎好好讲话咧？你莫袂记诶，这新庄园我将来要用呢。安尼用哩？嘿，安尼嘛较差不多。营生，阮爸爸等你足久啊呢。阿伯，歹势。饭煮好啊，咱先来食饭啦，吼。好啦，先食饭啦。什么代志哦？食饭饱才讲。阿伯，咱是甲话讲有清楚。话讲好清楚。好，那你大家坐落来讲。杨山啊，既然若要讲吼，我就无客气啊吼。我问你，你对阮春兰啊意思啥款？爸，你莫遮尔派好哦。请问少年医师吼，啊你嘛有要带阮春兰啊无？有。也毋过，我带春兰啊，是为着恁兜的钱。你会当帮助我开病院，我并无真心想要带出来。你少年家吼，爱无爱我是唔管啦。你既然答应讲要找春兰，你是安怎一定讲这句话出来？你是安怎一定爱讲我春兰伤心是无？我想要欺骗春兰，嘛我想要欺骗阿伯。亲像你这种人吼，固执、自私、骄傲啊！你假是讲你老实讲，就会当得到别人的同情心；你假是讲你老实讲，就会当对起你家己的良心是无？我甲你讲，社会事无遮简单啦！你这种哦，放手！我甲你讲，这个人无想要假死的吼，伊永远就是这款个性啦。不好意思，我要给好伊，你若要拍菜，我就会拍啦。出来，出来，你出来！
出来！阿诺啦，出来！来，出来！阿诺啦，